摕到温布顿球后的波兰网球选手斯维亚蒂，因为伊真爱食故乡的好料理草鱼意大利面，即马这出菜是搁流行起来。因若伫咧波兰，还佫有一种牛奶堡食食的文化。伫遮是无咧卖牛奶哦，则是有政府补助的点心店。若来遮食点心是免开大条的，就会当食甲饱圆圆。 斯维亚蒂摕到球后即天，到波兰民众特别到餐厅点即出菜来食。波兰总理图斯克嘛加入网络的讨论，打出家己草鱼意大利面的相片。即出古早料理充满妈妈的味，若是伫波兰大汉的囡仔拢知。 波兰人食草鱼意大利面已经有半世纪的时间，这其实嘛甲波兰草鱼大出真有关系。妈妈原来会特别为无爱食菜色的囡仔煮，伊看来真简单，也毋过充满波兰人顶紧的文化认同。要烹出一盘好食的草鱼意大利面，上重要的除了真青的草鱼，还佫有小可 QQ 的意大利面。上介重要的灵魂配料，还佫有草鱼酱糖，也甲用来提升口感的 yogurt， 还是酸奶油。 Oh yeah. If you are Italian and you heard we mix pasta with strawberries, that will be oh my God, I can listen to that. But in Poland we have the season for strawberries, and we have a lot of them, and I think that was our grandmas. They think that they will mix it. 其实除了草鱼意大利面，波兰人的饮食文化一旦讲充满特色，甲台湾人同款，因食鸭血牛肚，还佫会用猪油炒葱头甲香料来做芳的肉酱。 19世纪末，波兰街头出现一种叫牛奶堡的店，专门卖牛奶、鸡卵也加谷物所做的点心。伊伫1980年代共产时期上佳业。当时的社会主义政府会提供补贴，互牛奶堡，或者手头较暗的百姓甲劳工阶层食一顿饱。伫共产主义上强的时期，波兰有4万多间牛奶堡，毋过即马敢若剩150间卡刀，这原来是波兰经济社会转型的缩影。 即摆牛奶堡毋但是怀旧的体验，也是当代饮食文化的一部分。对低收入的人来讲，是袂使欠缺的存在。公司新闻，洪如梅编译。